上一集我哋去咗耶路撒冷同埋伯利恆嘅好幾個景點，如果未睇嘅話，可以撳翻上面資訊卡去睇翻上一集。今集我哋會去到客西馬尼園，會去到聖母墓，亦都會去到好撒瑪利亞人博物館，亦都會講到好撒瑪利亞人法呢一個對急救者非常重要嘅法律。我哋都會去到耶利哥同埋耶穌受浸地。我哋 intro 之後就翻嚟正式開始。今集首先嚟一個離我酒店好近嘅景點，從7公仔咁行落嚟，路嘅兩邊開始出現墓碑，好密，一排接一排，幾乎冇空位。呢度係橄欖山嘅墓地，3000年嚟一直有人埋喺呢一度，亦都一直仲有人想埋喺呢一度。喺猶太傳統裏邊，人死後唔係故事嘅最後一頁，喺末後嘅日子，死者會復活，而橄欖山被係認為喺嗰個時候最先開始嘅地方。所以呢啲墓碑全部朝住同一個方向，好簡單，冇其他太多嘅裝飾，好似喺度等緊一件未發生嘅事。不過行完之後真係好後悔，因為真係好攰。從橄欖山嘅路行落嚟，穿過馬路其實都冇幾多步，就會入到去一個同外邊完全唔同嘅空間。車聲都仲喺度，城市都冇消失，但喺呢一度會自然慢落嚟。呢度就係客西馬尼園。原來嘅橄欖樹已經好老㗎啦，樹幹扭曲，樹皮好厚，睇得出佢哋已經喺度好耐。唔一定每一棵都係見過2000年前嘅事，但係確實佢哋陪咗呢個地方行過好多個世代。行喺園裏邊嘅時候，你會注意到啲人嘅講話聲變細。亦都冇人提示，亦都冇告示要求安靜，只係呢個環境會令人自覺唔想打擾。根據基督教嘅傳統，呢度紀念嘅係耶穌被捕嘅前一晚。呢一座教堂叫做萬國教堂，而家見到嘅呢一座建築係喺20世紀初完成嘅。喺佢下邊曾經有個更早期嘅拜占庭教堂，再往下係更加早嘅遺跡。呢度唔係第一次被選為聖地，而一次又一次被不同世代嘅人確認。呢座教堂之所以叫為萬國教堂，係因為佢嘅重建係由多個國家共同出資完成。唔同語言、唔同文化背景嘅人喺同一個地方紀念同一段記憶。你抬頭見到個天花係深藍色嘅馬賽克，設計者希望走入嚟嘅人能夠停留喺夜晚嘅狀態，而唔係走向光亮。教堂正中央保留咗一個沒有被抬高嘅岩石。按照基督教嘅傳統，呢個被認為係耶穌被捕前祈禱嘅地方。呢個石頭會被包入喺祭壇裏邊，但係都冇隔得好遠，反而係比較可以靠近。呢一度係聖母墓。根據流傳落嚟嘅傳統，佢去世之後被安葬喺橄欖山腳嘅岩洞裏邊，亦都即係而家呢個位置。到咗拜占庭時期，呢一個地方已經被視為佢安息嘅所在。墓室本身好低，隱藏喺地下，呢個同當時常見嘅埋葬方式係一致嘅。真正重要嘅嘢唔係喺地面，而係向下行之後，呢個墓室係空嘅。唔同教派對呢件事有唔同嘅理解，有人話佢喺呢度安息之後被上主接走，亦都有人強調佢蒙召升天，唔再受死亡拘束。但係無論邊一種講法，呢個空墓本身卻被完整地保留咗落嚟。聖母瑪利亞係一位生活喺1世紀嘅猶太女子，佢冇留低文字，亦都冇企喺權力嘅位置上面。我哋認識佢係嚟自留低嘅記錄，以及一代一代人對佢角色嘅理解。
有關聖母瑪利亞嘅更多故事，我哋會喺下一集去到拿撒勒聖母瑪利亞嘅故居，我哋就會有更加詳細嘅解釋。從耶路撒冷出發，車一開上呢條路，城市好快就退到後邊。路面好新，但係路線好舊。呢條1號公路大致沿住古代通往耶利哥嘅道路鋪設，短短一段距離，海拔就一度向下。喺古代呢度係一條出咗名危險嘅路，彎多，視野差，好容易有人匿埋喺你睇唔到嘅地方。呢度係好撒瑪利亞人博物館，位置正好喺耶路撒冷通往耶利哥嘅古道中段。喺唔同時代，人們喺呢度休息、補給、過夜，亦都喺呢度繼續向前行。博物館所展示嘅大多數係拜占庭時期嘅馬賽克，佢哋原本鋪喺教堂同埋公共空間嘅地板上，被踩過、被使用過，亦都因此被保存咗落嚟。呢啲馬賽克嚟自唔同嘅地方，屬於唔同嘅社群。呢個地方喺成為博物館之前，好長一段時間係一個路邊嘅客棧，位置喺耶路撒冷通往耶利哥嘅古道中段，亦都係啲人最容易撐唔住嘅地方。喺古代呢條路太長太荒涼，唔可能一口氣行得完，所以好似咁樣嘅客棧唔止係住宿，亦都係補給、水源，亦都係旅途中唯一能夠休息嘅地方。好撒瑪利亞人嘅故事發生喺耶路撒冷通往耶利哥嘅路上，有一個人喺路途中遇到強盜，被搶、被打，最後倒喺路邊，只係剩翻半條命。之後有人從呢條路經過，第一個係祭司，佢見到嗰個倒喺地上嘅人，卻冇停落嚟。跟住係一個利未人，佢亦都見到，就佢選擇兜過去，繼續趕路。後來有一個撒瑪利亞人嚟到呢一度。喺當時嘅社會背景下，撒瑪利亞人並不視為理想嘅對象，甚至經常被排除在外。呢個撒瑪利亞人見到嗰個受傷嘅人，停咗落嚟，佢為傷口做咗簡單嘅處理，將人扶喺自己嘅坐騎上，然後帶到去路邊嘅一個客棧。喺客棧裏邊，佢將受傷嘅人交俾店主照顧，留低錢，並且承諾如果之後有需要，佢翻嚟會付清。就係因為好撒瑪利亞人呢個聖經故事，今日好多國家都將用嚟保護仗義救人嘅呢一類法律原則統稱為好撒瑪利亞人法。呢啲法律關心嘅其實唔係英雄行為，而係一個好現實嘅問題。如果我唔係專業人員，只係出於善意停低幫手，法律反而會唔會懲罰我呢？喺好撒瑪利亞人嘅故事裏邊，真正嘅最後一步唔止係包紮傷口，而係將人送到一間客棧，將後續照顧交俾下一個人。呢個動作將善意同責任分開嚟睇，呢個亦都係後來法律發展嘅一個核心方向。法律選擇保護善意，而唔係要求唔完美嘅幫助一定要承擔後果。喺唔同國家，好撒瑪利亞人嘅方式有唔同，有啲地方唔要求你一定要出手，你只要有善意，冇重大過失，法律就係企喺你呢邊。亦都有啲國家喺唔危及自身安全嘅前提下，其他人唔好完全不作為，但係同時一旦你選擇幫忙，法律對你嘅保護會更加清楚。不管形式係點樣唔同，呢啲法律都指向一件事，等人知道喺緊急時刻停落嚟，唔會因為善意而變成錯誤。因為喺大多數突發事件裏邊，第一個伸出手嘅幾乎都唔係着住制服嘅專業人員，而係啱啱好喺戰場嘅普通人。好撒瑪利亞人法存在嘅意義，就係等呢啲人喺需要做決定嘅嗰一刻，少一啲猶豫。由1號公路落嚟，到咗厄門一帶，我哋先將車泊低，再向前，路牌見到一塊紅底白字嘅警告牌。呢塊牌代表你正在進入巴勒斯坦 A 區。A 區嘅意思係呢啲城市嘅行政同治安都由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負責。對以色列公民嚟講，呢度係法律上禁止進入嘅，所以會有清楚嘅紅牌標示。對外國遊客嚟講，進入 A 區本身並唔違法，但係你用緊嘅交通工具就變得好重要。
大部分以色列租車嘅保險同合約都唔覆蓋 A 區，所以車要留喺外邊，人再換另一套交通系統。入城之前，我哋轉乘嘅就係掛綠色車牌嘅巴勒斯坦的士，呢啲車可以合法進入 A 區，保險、事故處理同警方管轄都屬於巴勒斯坦方面。呢個轉換唔係旅遊安排，而係現實。你唔係過咗一條國界線，而係由一套制度進入另一套制度。所以喺呢一度，車停喺外邊，人再另行入城。呢一刻，制度比距離重要。一入到耶利哥，你會見到城市入口附近出現一批睇落好唔似本地生活嘅建築，大型酒店、封閉式設計，甚至帶啲賭場嘅感覺。呢啲唔係錯覺，本來就係90年代為外來旅客而設嘅度假同娛樂區。1990年代奧斯陸協議之後，耶利哥成為最早交接嘅城市之一。當時嘅想法好直接，用旅遊、酒店甚至博彩快速建立經濟。但係2000年第二次巴勒斯坦起義爆發，通行中斷，遊客消失，賭場同大型度假項目幾乎即時停運。呢啲建築冇即時消失，但係佢哋嘅功能已經喺20幾年前停咗落嚟。所以你今日嘅見到嘅唔係耶利哥日常，而係因為局勢改變而中斷嘅計劃。由耶利哥市區出發，上試探山最快嘅方法唔係行路，而係坐纜車。呢條纜車係近代先建成嘅設施，直接將人由山腳送到修道院所在嘅高度，幾分鐘之內地面就退到腳下。佢出現嘅原因其實都好簡單，如果只係靠步行，呢一座山只會屬於體力多、時間多嘅人，纜車就可以令到更多人上到去。喺耶利哥呢種安排並不突兀，呢座城市本來就係一個中途站，比較俾人經過、停留再離開嘅地方。耶利哥西側嘅呢一座山，今日通常被視稱為試探山。佢位於猶太曠野嘅邊緣，面向約旦河谷，地形乾燥而且陡峭。根據新約福音書嘅記載，耶穌喺受洗之後進入曠野禁食40日。喺呢段期間，記載一提到佢面對3次試探。福音書描述嘅試探內容包括要佢將石頭變成食物，要佢從高處跳下以證明自己，以及以權柄作為交換條件。呢啲事件被放置喺曠野背景之中，聖經文本並未指明試探發生嘅確切地點，但係將呢座山同試探故事連結起嚟，係後來基督徒傳統逐漸形成嘅理解。到咗4世紀之後，基督教喺羅馬帝國中合法化，有修道者可以進入猶太曠野一帶隱居，佢選擇偏遠、乾燥、遠離城市嘅地區生活。試探山附近，因為地形險峻，而且接近耶利哥，成為隱修者活動嘅地點之一。早期嘅居所多數係洞穴或者簡單嘅岩壁建築。喺拜占庭時期，呢啲分散嘅隱修活動逐漸發展成為固定嘅宗教建築。今日可以見到嘅修道院，一般被稱為試探山修道院，屬於希臘正教傳統。修道院建築因為貼近山壁而建，多次因為地震或者戰亂受損，亦都曾經喺唔同嘅時代重建。現有結構主要反映近代修復後嘅樣貌。到咗20世紀後期，為咗方便朝聖者同訪客前往，連接耶利哥市區同山腰嘅纜車系統建成。今日多數遊客透過纜車抵達修道院一帶。從聖經記載嘅曠野，到後世嘅隱修傳統，在今日可以見到嘅修道院建築，試探山嘅歷史橫跨多個時期同不同層次嘅理解。
耶利哥北面有一片被稱為耶利哥綠洲考古公園嘅地方，呢度嘅核心遺址係考古學上稱為蘇丹丘嘅土丘。呢個土丘由一層又一層嘅人類居住遺跡堆砌而成，年代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時代。根據考古研究，呢度世界上最早出現定居生活嘅地點之一。耶利哥能夠長期有人居住，最重要原因係附近穩定嘅水源。呢條泉水今日被稱之為以利沙泉，為周圍嘅農業同聚落提供咗基礎條件。喺唔同嘅時期，呢度出現過城牆、防禦塔、住宅區同公共空間。隨住時間推移，聚落被破壞、重建，新嘅城市層覆蓋喺舊嘅遺跡之上。20世紀初，考古學家開始對呢度進行系統性發掘，透過地層分析，人們逐漸重建出耶利哥喺唔同年代嘅樣貌。今日嘅考古公園展示嘅唔只係單一時期嘅城市，而係人類喺呢片綠洲持續居住、離開、再翻嚟嘅痕跡。企喺呢一度，你見到嘅係時間喺同一個地點一層一層留低落嚟嘅痕跡。喺耶利哥古城遺址附近有一處天然湧泉，今日一般被稱為以利沙泉。呢度泉水幾千年嚟提供穩定供應嘅淡水，係耶利哥能夠長期有人居住嘅重要自然條件之一。喺希伯來聖經嘅記載中，呢度泉水同先知以利沙有關。經文描述以利沙曾經使泉水恢復可用，能夠滋養土地同居民。從歷史同地理嘅角度嚟睇，以利沙泉係約旦河谷下游最穩定嘅水源之一。佢支撐嘅農業活動，亦都令耶利哥喺唔同時期能夠反覆重建同埋延續。直到今日，呢度泉水仍然能夠清楚顯示出水源同城市誕生之間長期而直接嘅關係。就喺呢個以利沙泉嘅後邊，係一個手信鋪，我就喺呢一度買手信。行喺今日嘅耶利哥大街之上，好難想像呢個係一座有人類居住歷史超過1萬年嘅城市。喺宗教文獻之中，耶利哥多次喺希伯來聖經同新約聖經之中，呢啲文本記錄咗不同時期嘅人同事件，亦都反映出呢一座城市喺古代近東世界中嘅重要性。喺歷史進程中，耶利哥先後受到埃及、亞述、巴比倫、波斯、希臘同埋羅馬勢力嘅影響。不同政權嘅更替，城市嘅規模同位置都隨之改變。到咗羅馬時期，耶利哥成為重要嘅農業同貿易據點，尤其以椰棗樹同香料聞名。呢度嘅氣候同地理條件令到佢喺區域經濟中佔有一席之地。進入中世紀之後，城市嘅興衰隨住地區局勢同埋路線變化而起伏，居民、建築同城市中心多次轉移。今日嘅耶利哥係一座現代城市，同時都建立喺層層歷史遺跡之上。街道上面嘅日常生活同考古、宗教同歷史記憶並存喺同一個空間之中。行喺呢一度，你見到嘅係一座仍然有人居住嘅城市，亦都係一個持續被不同世代使用過嘅地方。行到耶利哥市中心，我而家要去買嘅其實係一份炸雞。我上一集去伯利恆食 KFC 已經提過，除咗比較平，我喺巴勒斯坦 A 區食炸雞，仲有一個更重要原因，就喺以色列城市入邊，其實好難見到國際連鎖炸雞店。但係呢件事放喺個地區，就牽涉到一套好實際嘅飲食規範。喺以色列嘅大多數城市，好多餐廳都需要符合猶太飲食規範，亦即係所謂嘅 kosher。kosher 係一套嚟自希伯來聖經以及後世拉比傳統嘅飲食規則，佢規範嘅唔止係食嘅可以食乜嘢，亦都包括咗食材嘅處理方法、屠宰流程，以及成個廚房係咪按照規定嚟嘅運作。
喺肉類方面，只有特定嘅動物被視為可以食用。家禽本身係可以嘅，但係必須要經過符合 kosher 規範嘅屠宰方式。同時 kosher 明確規定，肉類同奶製品唔能夠喺同一餐、同一個廚房或者使用同一套器具。呢個係點解多數國際炸雞連鎖店喺以色列城市裏邊係好難符合到 kosher 嘅規範。問題通常唔係喺果粉或者蛋液，而喺雞肉嘅來源係咪經過 kosher 嘅屠宰，以及整個廚房系統是否按照 kosher 嘅流程去運作。只要其中一個環節唔符合規定，整個餐廳就唔能夠被認定為 kosher。相比之下 ，Hila 係伊斯蘭嘅飲食物規範，佢同樣關注可以食用動物嘅種類以及屠宰方式，但係並冇禁止肉類同奶製品同時出現嘅規定。因此喺巴勒斯坦城市，只要雞肉來源符合 Hila 要求，炸雞通常冇問題。喺 kosher 規範之下，有啲世俗飲食中非常常見嘅食物並唔符合佢嘅要求，例如芝士漢堡、奶油燉肉、多數海鮮以及含有明膠嘅甜品。所以我而家去買嘅唔單止一份比較平啲嘅炸雞，而係一個喺唔同飲食制度之下先至會出現嘅日常選擇。呢度 Popeyes 嘅蜜糖鬆餅有啲似香港 KFC， 好有回憶感。琴日行程拖得太晏啦，所以耶穌受洗地我只能留到第二日再嚟。所謂耶穌受洗地，其實指嘅係約旦河一段河段。根據新約福音書嘅記載，耶穌喺呢帶由施洗約翰施洗，喺呢個之後開始其公開嘅傳道活動。不過聖經文本身並冇標出精確嘅地理坐標嘅，將呢一個受洗事件同今日嘅特定地點連結起嚟係後來宗教傳統、地理研究同埋歷史記憶逐步形成嘅結果。今日一般所講嘅受洗地，主要集中喺約旦河下游一帶，接近耶利哥，同時都非常接近現代嘅國界線。喺約旦河東岸，呢個地方被稱之為阿爾馬格斯塔斯，呢度係受約旦政府同多個基督宗派視為主要嘅受洗地點，並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而喺約旦河西岸，靠近耶利哥嘅一側，就係另一個長期被朝聖者使用嘅地點，一般稱為卡斯爾亞湖德。兩個地點之間實際上只係相隔一條河，而呢條河同時都係一條現代嘅國際邊界。喺呢段嘅河岸，約旦河分隔嘅係三個現代政治實體，東岸係約旦，西岸係巴勒斯坦嘅約旦河西岸，而以色列對整個區域仍然有高度嘅軍事同行政影響。因此，你今日要去到邊一邊嘅受洗地，往往取決於你嘅行程安排、個人身份以及當日嘅邊境同安全狀況。從地理角度嚟去睇，呢個位於世界海拔最低嘅河谷之一，整個區域係低於海平面嘅，氣候乾燥炎熱，河水並唔寬闊，但流向係非常之明確。正係呢條河將加利利、耶路撒冷、曠野同耶利哥串連埋一齊，成為古代人群移動、宗教活動同歷史敘事反覆出現嘅地理背景。從宗教傳統嘅角度嚟去睇，受洗嘅唔止一個儀式，而係一個標誌性嘅開始。對基督徒嚟講，呢個地方代表一個公開行動嘅起點，但係同時亦都唔係只係單屬於單一宗教嘅空間。約旦河喺希伯來聖經中同樣佔有重要位置，喺猶太歷史同宗教傳統上有其獨立嘅意義。因此你喺條河邊，你會見到唔同教派、唔同語言、唔同國籍嘅人喺非常接近嘅距離之內進行各自嘅宗教活動。有啲人落水受洗，有啲人企喺岸邊禱告，亦都有啲人只係前嚟睇下呢一條喺宗教文本中反覆被提及嘅河流。今日嘅耶穌受洗地，同時係一個宗教場所、一個考古同歷史空間、一個旅遊景點，亦都係一個仍然受政治現實影響嘅邊界地帶。企喺呢度，你可以同時睇到宗教文本中嘅場景、現代國家嘅存在，以及仍然喺度進行緊嘅宗教實踐。如果正因為如此，呢個地方好難只係用單一角度去理解嘅。佢嘅存在既存在喺信仰之中，亦都屬於歷史，亦都仍然喺度活着。當代嘅地理同埋政治現實裏邊，喺河嘅後邊，同樣都係一個手信店嘅。臨
臨走之前發生咗一件幾好笑嘅事。我開車離開嘅時候，被路面上面嘅白色石仔路誤導，差啲一路直行開向停車場前面嘅東正教教堂。當時我都仲未反應過嚟，即係覺得條路好似有啲怪。然後後邊嘅警車咧就不斷咁響安啦。呢一刻我先發現，原來自己真係差啲開錯方向。好彩有人提醒，否則今日嘅行程咧可能就會另一種結尾啦。如果你鍾意呢條片，就請你撳個 like。如果你有任何問題，歡迎喺下邊嘅留言區留言。如果你唔鍾意睇嘅話，就記得 share 俾朋友睇啦。另外，如果你想支持我嘅話，歡迎請我飲杯咖啡，可以掃左下角嘅 QR code， 或者喺下面嘅資訊欄揾到銀行戶口嘅資料。再一次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次再見。